说，可以，你不用掌声啊。慢慢欣赏就好。有没有穿啊？有没有好看的？好热哦。哎，原来有穿啊，早就设定好了，好不好？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殊的，我觉得是社会组织的架构，就是所谓的年龄阶层。在男生里面就是有一个年龄阶层，啊，5年为一个单位，啊，它就好像一个班级一样。假如说15岁到20岁一班，21岁到25岁一班，26岁到30岁这样一班。然后每一个阶层要升上来的时候，老人家会用这5年之中的大事情，就部落里面发生的那种大的事情，然后当做这个阶层的名字，就是一个班级要有名字嘛，就像幼稚园有什么大象班、企鹅班的，但我没那么可爱了哈，因为部落里面不会有大象跟企鹅。啊，但除了个人的名字、一群人的名字之外，他每一个阶层的名字开头都是用拉，就是像我是拉千禧，拉起来，他们叫拉沙洞，哇，那个沙很难发音，沙，然后加一点点喉音沙，没关系，等我们学法文比较顺。我就 Messi 姑姑，不懂哦，没关系。拉萨洞是因为他们是今年才成年的，就今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，就刚好大家回来部落里就5年才这么一次成年，错过了就要再等5年的，哇，那已经很老了。所以刚好前阵子刚好碰到88洪灾，那时候把整个南部的森林，就是很多块木，然后都被冲下来，然后随着黑潮就往北飘到我们都兰湾。都兰有一个很大的海湾叫都兰湾，我们在都兰湾的我们都兰部落在都兰湾的北端，那些木头就飘过来，很多到就是整个海湾就上面好像飘了一座足球场，夸张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什么 hinoki 块木、红块、黄块，还有乌西木乌西木就是做佛像的那种，就挺了很多那种大的木头然后那些都是对阿美族来讲是以前的建材，就用来盖那个传统屋用的，就那个柱子跟梁，柱子是最重要的，那个大木头就叫沙洞，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也希望他们也成为栋梁对，国家的栋梁。